看望台东，突然，我刚刚唱的都是阿美族语，所以你们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当做听法文。好，我来自都兰阿美族的，然后今天也是2位弟弟跟我一起上来，马上鼠兵，我的鼓手杨明，他的部落在台北大安区，大安部落，好大一个部落。好，然后唱一首歌，然后全部也是用阿美族的吟唱的方式来唱。本来没有想到今天天气本来很好的，这首歌叫《奇异的妇人》，才刚刚写歌单，外面就在下雨。对啊，还好你们有进来，要不然淋雨很可怜的。台北雨酸酸的，我可以加一点点果糖。好了，带来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。